大家好啊，我係 Max。大家好啊，我係 Goodwin 啊。今日好開心啊！我哋旁邊咧有萬錦市第二區嘅市議員劉兆麟議員 Rich 喺你當中嘅。咁啊，劉議員咧喺傳媒界咧已經超過15年㗎啦。咁佢曾經咧係電台嘅主播啦，亦都係新聞電視嘅主持啦。劉議員咧而家咧係投身於市政，係服務社區嘅。咁劉議員仲有一個好特別嘅身份喎，就係佢畢業於多倫多大學精神健康科學同埋心理學嘅。咁啊，歡迎劉議員今日係同我哋大家分享。劉議員，首先咧好多謝你咧能夠係參與我哋呢個外星慈善音樂夜嘅再加上咧我哋今次咧係支持呢個 Movember 男性嘅健康去籌款嘅。我想知道咧點解你會支持我哋咧？應該話係同聲同氣啦，因為頭先阿 Max 都提到我係修讀呢個心理健康嘅，咁 Movember 咧係為咗男士嘅心理健康去籌款，好有意義嚇。咁多謝阿 Max 同埋 Goodwin 嘅邀請，多謝呢個 Alien Camel Creative 嘅邀請，可以等我參與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其實我覺得社會上咧好多時候對於男士嘅健康，譬如話睾丸癌啊、前列腺癌啊，甚至睇唔到嘅心理健康嘅問題咧，都忽視咗。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透過呢個活動，透過音樂咧，可以更加重視呢方面嘅信息。咁正係因為劉議員咧喺大學咧係主修精神健康科學同埋心理學啦，所以我哋好想聽下你嘅專業嘅意見，點樣睇男士健康嘅重要性咯？你過獎啦，咁專業就唔敢講啦，因為嗰啲係心理醫生，我只不過係讀一個 specialist 嘅mental health studies。但係我自己嘅 experience 就係因為我當時有興趣去讀心理健康個原因就係我家庭咧有親戚咧都係受呢個心理健康困擾咧，導致到佢哋喺生活上好大嘅問題嘅。咁我記得有一個auntie 咧，佢係因為家庭出現問題啦，感情家庭方面出現問題，而有一個 uncle 咧就係因為工作上佢喺社會上咧被 bully 嚇，咁形成咗一個心理壓力好大，但係咧又冇傾訴嘅對象嚇。而以前嗰個年代咧，如果你有抑鬱症或者有心理嘅困擾咧，其實係冇人幫到你，或者社會上對你嗰個 stigma 係好大。咁變咗佢哋有問題，得唔到適當嘅幫助，或者係甚至係治療咧，咁最終導致佢哋到年紀大咗佢哋喺生活上、喺家庭上都有一種即係長期嘅障礙喺度。咁所以我自己細個，我記得嗰時係10歲8歲已經知道有咁嘅事嘅。爸爸媽媽同我講點解嗰個 auntie 好似同人溝通唔到嘅咧？點解嗰個 uncle 自己會成日自己傻笑嘅咧？咁細個知道原來係有人係有咁嘅困擾，所以就對呢樣嘢特別有興趣咁我記得 Movember 咧就係即係近呢10年8年開始嘅嘢嚟嘅，因為以前都一路有study 去研究點解男士心理健康咁少關注咧？原來就係嗰個scientific data 個數據就係顯示到就係原來咧男士咧比女士少好多咧去尋求幫助嘅，甚至係傾訴心聲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對於即係你唔話俾人聽你有問題，人哋根本唔知你有問題，更加醫生唔會去睇到醫生，咁更加唔會治療，所以一路開始唔到嗰個良性嘅循環。咁所以 Movember 我知道就係有一班人就發覺到呢個問題啦，所以就開始咗要人哋關注得。我係咪要留鬚㗎？我到時要你可以㗎，絕對可以㗎。咁留個鬚咁同埋就鼓勵大家捐錢去支持去關注男性。除咗頭先就係講話生理上嘅前列腺、睾丸癌之外咧其實男士有陣時可能會有家庭上、工作上有壓力咁佢有嗰個抑鬱症或者其他類似嘅心理健康咧，都希望大家係關注為此去籌款。所以你哋呢個活動係好有意義嘅，希望我可以大力支持你哋。係真係好榮幸㗎！喺今次咧呢個外星慈善音樂夜咧，大家除咗可以欣賞唔同歌手嘅演出之外咧，我哋仲有神秘嘉賓啦。不過等我揭一揭曉啦，就係阿劉議員咧將會身體力行咧，都會為我哋去唱首歌嘅。當然啦，唔少得當中咧，仲有唔少嘅節目美食抽獎等等嘅都係等緊大家一齊嚟參與嘅。冇錯啦，門票現已公開發售，快啲到 eventsgo.ca 購買門票㗎。如果有任何查詢或者想推廣合作咧，歡迎聯絡我哋 charity@aliencamel.com 嘅。
咁今日好開心，亦都好榮幸劉議員喺我哋當中分享，多謝晒你。咁我哋好期待11月8號外星慈善音樂夜喺新動力聽到劉議員嘅歌聲。咁啊，到時見啦！到陣時見啦，拜拜。外星慈善音樂夜 Alien Camo Charity Concert 特別為 Movember 男士身心健康籌款，支持心理健康同癌症關注，音樂、時尚、健康為男士響起。當晚有本地歌手及嘉賓表演，美食同精彩節目等你一齊參與。門票現已公開發售，請到 eventgo.ca 購買。11月8號，萬錦市新動力 Cineplex 約定你啦！